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成立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，無人機喺建築、測量同維修等方面嘅發展同可能性，結合物聯網同人工智能嘅技術，我哋可以提升檢測嘅精度同埋效率。傳統檢測方法嘅痛點，例如有樓宇外部檢測方法呢係比內部更加困難嘅，而且檢測嘅位置例如喺啲高嘅地方呢，會需要搭棚架或者運用吊船，呢啲工作呢會存在一定嘅職安風險，或者呢係施工環境過於狹窄，例如天井呢啲咁嘅地方啦。喺我手上嘅呢一個呢係一個直流電電磁鐵，而呢我會提供呢個鋰電池呢作為電源，而且呢連接住呢個遙控器呢，咁我哋就可以操控無人機嗰個攝像頭啦，去進行一啲高空嘅外牆檢測。無人機檢測系統，無人機選型，選擇具有高清攝像頭，包括錄音和多種傳感器，係檢測大廈外部結構時，採用撞擊式推光，用於聽取撞擊聲音，來判斷外牆內部水泥嘅密度情況。若外牆內部水泥份量較多，撞擊嘅聲音會較低沉，而音量較少。若外牆內部水泥份量較少，行內人俗稱為空鼓，撞擊式聲音較亮，而且音量較大。新蘭，你做啲咩啊？我係工程師啊嘛，咁我嘅職責就敲磚咧去檢測咧磚有冇偷感嘅嗰啲咯。仲有1000戶嘅檢測嘅。